亲啊，继续要来讲这个快胎的汽车，真侪民众也是买无真苦恼。这个卫福部是调集到22间的厂商要甲伊买这个快胎车，但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出来压料，讲其中有一间叫做高鼎环球的生物医学公司，资本也才200万，前身阁是小价大，安尼竟然会当标到1700万，这个价值16亿的快胎车。无非是咧导入到特定的厂商要赚国难财。卫福部长陈时中强调讲，这间公司有通过医材的紧急授权，即摆这间公司嘛决定不爱参加投标咯。陈时中讲，这个政治来介入到商业的活动，伊感觉真遗憾。没有人会相信一个资本额200万的公司可以通天呐、通到卫福部疫情指挥中心的天呐，这比9天选女还悬呐！卫生部长陈时中面对南洋立委质疑快台汽车独立特定厂商双方你一句我一句，炮火真强。快筛国家队每一家你给他的任务，快筛国家队，每个公司给他任务，他就要帮你完成啊。所以你当然要确保每家公司都有这个能力做到啊。对啊，所以我们有结果呢，啊、你找了一个让我们觉得是诈骗集团的公司。对结果你要证明他诈骗集团法律责任自负。可以啊。面对各种质疑，陈时中有淡薄生气。没有，就我们的公司没有什么问题嘛。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说，它有没有那个我们的医材的 EUA 啊？那这 EUA 是不是我们要的，让有审查过的？那它有。然后第二，它的母公司里面是不是有量，是不是可以卖？然后第三个，我们的条件就是要一定的时间你要进来，那你就签量。那如果没有那个时间没有进来，我们就处分。正常的商业的活动用这样子影射性的话语。不过还未开始议约，高鼎环球就宣布起标1700万这快台6000破空爱安怎报？继续争取货源嘛，本来它有1700万件，我们也很高兴。如果进来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那当然对我们来讲有燃眉之急的，能够取得。本土疫情继续咧清关，快台汽车阁无够，陈时中爱烦恼的代志，恐惊讲唔拿一两件。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